所以咱话来看，屏东县府训练社区规划师，协助社区创新转型。今仔日因举办成果的展览，嘛颁奖予社区营造表现真热度的团队，而且其中有2个社区摕到国际奖项，这嘛代表咱在地创新的力量受到众人的肯定。 然后你进到里面以后，从里面往外看是这样子。详细讲解古厝的特色。这座未来正好伫坎顶乡未来村，原本是地方老乡长的厨房与客家，有超过80年的历史。因为建筑保留地方气息，伫社区规划师的协助之下，经过2期的改造工程，加入新的彩绘壁面，保留旧的经架，让这间老乡长的旧厝得到2025法国设计奖金奖，以及2025庙师设计奖室内设计类金奖，替屏东伫国际舞台增加显光。社区活化，那一些社规师，然后跟一些专业老师的那个建议，那我们就把原来的样貌再呈现出来。 那也提供给社区做一些活动啊。另外，也有内埔爱寮社区发展协会，把一般公园道路边的空间重新设计，转变做食农创新基地，提供大人囡仔入捌野生菜色的体验空间。屏东县府城乡处讲，对104年重启社区规划师的辅导计划以来，已经培训382位社区规划师，打造370搭社区创意地点，辅导112个社区。尤其对107年开始，有22个社区得到国内外38项影视奖项。当阮若去互看到的时阵，阮半暝仔嘛会起来做，这就是社区介重要的一个力量，嘛是咱志工上重要的一个力量。我们从社区做起哈，每个城、每个乡、每个社区都能够有自己的特色，都能够跟上世界。这摆的社区规划成果展览，总共有8个社区团体摕到6个奖项，有开收社区奖、永续维护奖、地方文化奖。得奖的社区拢发挥创意，表现地方故事，和环境改造结合文化传承。馆长周春美讲，每一摆社区的改变，拢是居民甲专业团体做伙拍拼的成果，嘛是属于屏东的骄傲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